吓死我了！我赶快回香港好了，人家救出来，认得我，没事，怎么办呢？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灵气甜品，我是米西安。吓死我了，很想讲哦，让我讲一下可不可以？其实哦，台湾地震一天都100、200次的，只是你没有感觉而已。但是前天那个地震哦，真的是吓死我了。我记得5年前第一次在台湾遇到地震的时候，好像只有两级，那时候已经很害怕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一直大叫，就说赶快来啊，赶快来啊，叫我大儿子赶快躲到桌子下面，但是他不理我。我就记得我一直叫，然后我躲在桌子底下，然后等很久，就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然后直到有人打电话给我，就问我你害怕吗？你在干嘛？我说我现在在桌子下面啊，那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然后那个人笑死了，他说你可以现在就出来了。所以后来那5年内，我都觉得原来摇一下就没事了，然后所以我都没有那么紧张了。可是前天晚上那个地震哦，我刚好在洗澡，刚好一脱衣服脱剩内裤哦，然后我就突然听到警报。那心里面想说啊，不是吧？怎么那么巧啊？然后就开始就很快就摇了，还没有响就已经摇了。然后我想说，我不要变成裸尸，因为我最害怕的是我在裸体了。如果我真的死掉的话，人家救出来认得我，没身材的怎么办呢？就赶快抱着毛巾就冲出客厅，然后打开门的时候就看到奶油就直接冲进去，然后就不知道跑到哪里。我又出来就看到大家就抱着那个搅拌器啊，然后又说赶快护着那些被子，然后摇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害怕，因为我就抱着毛巾，然后就一直看会不会塌嘞，然后又看到那个阳台那个门一直咣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停了，就快停吧，好紧张哦。地震结束之后啊，那这是很多朋友了就开始传讯息了嘛，然后我就赶快去拿手机，然后那时候我儿子才说妈妈原来你只穿内裤啊，他都没有注意啊。然后我就立即看到只要有人传讯息给我，我就说好害怕，好恐怖啊。如果是香港人留言的話，我就直接按語音就說包住毛巾着住底就出嚟啦，好驚啊。可是呢，我在說我很害怕的時候，我就看到有人回復是哈哈哈哦，我覺得這樣也笑得出來，剛才不是快死了嗎？竟然可以笑的嘞！我就最佩服有一个台湾人，他竟然是睡梦中被摇醒来的，然后他竟然是可以立即拿着枕头保护自己，拿着手机就走去开门哦。我觉得他在这醒来就可以做一个那么正确的灾害应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厉害哦。我妈妈就说：“哎呦，台湾那么恐怖啊，地震啊，那么恐怖，赶快回香港好了。”然后我说。可是没有伤亡呢。台湾那个建筑的就是要求蛮高的了，然后就是比较严格啊，大家都会很遵守这个规则，所以应该没事啊。然后我就说洪富院呢在家里面火灾用那么差的材料搞到这样子，我说那香港不是更危险，是不是？后来呢，我的朋友啊，某人好厉害哦，他就立即定一个标题了，就说。香港网红从瓦砾中救出来，有生命但是没身材，是不是超搞笑？我在揍他，还在群组传给我看，其他另外一个台湾人男生的，真的洗澡的时候抱着毛巾就跑出来的影片给我看，超好笑的。唉，讲完了，舒服了。其实你们不害怕吗？我真的搞不懂耶。难道真的是我太担心了吗？真的，但是那天真的是蛮恐怖的，上下左右这样子哎。我晚上的时候还怕余震呢，然后就把饼干啊、水啊放在枕头旁边啊。好了，说完了，没事了。香港是没有地震的，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遇到的话都会很恐怖。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就以为地震是大概会震1个小时左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前曾经看过电影，那个电影就大概是播了1个小时，整个电影都是在地震哦。
所以在我的心中，我以为地震是大概摇1个小时是正常的。这个就是香港人没有地震经验的无知一样啊，就是这样啊。但現在才知道，原來搖20秒已經蠻厲害啦，搖1分鐘嘅話真係很恐怖啦。今日咧好特別咧，嚟到一間咧 showroom 咧，就試一試咧一啲嘅音響。而頭先啱啱咧就坐喺度咧就聽下啦，感受下咧，即刻咧就令到咧自己覺得好似咧去咗戲院咁樣啊！同埋啲聲音咧真係好立體嘅，你覺得好似聽到啲，如果佢有雀仔聲啊，喺某一個位，你好似以為自己個窗側邊真係有隻雀仔喺度咁樣咯。咁所以整個過程咧係哇，真係覺得好似去咗戲院，同埋係一個好好嘅享受啊！如果喺屋企咧，可以咧係舒舒服服咁樣同你嘅愛人啦嚇，或者同你一家人咁樣咧坐喺度睇戲嘅話咧，真係好唔錯。咁啊啱啱咧亦介紹咗我咧有一個咁樣嘅，好似個倉咁樣嘅。咁啊，成個立體倉喺裏邊咧就可以試一個音響。咁我又入去試下先。我哋呢一個隔音倉就係為咗俾大家體驗到我哋 Penparty 呢個7.1.4呢一套音響最大嘅效果啦。咁可以見到我哋呢度一個 setting 係啦。咁就係其實係想放翻台灣好多租屋族啦。咁佢哋未必可以轉牆或者係要需要好大嘅空間。咁先至可以體驗到7.1.4呢一套喇叭，咁好 portable 嘅，可以成件事。咁我而家就喺個隔音倉裏邊感受下嗰啲嘅音效啦。個效果真係好特別啊！個價錢嗰度幾多錢到啊？呢個係一套？呢個大約700萬，700萬到台幣啊嘛。冇錯。係咯係咯，好似好貴，但係其實係咯。冇錯，如果一般其實要聽到咁嘅音效，其實真係要去到20-30萬先至可以買到。係啊，我哋可以聽到導演想俾我哋知道嘅每一個音效啦。我哋其實就好似主角咁樣，聽到所有聲，後面嚟嘅就喺後面。左邊嚟嘅就喺左邊。如果係一般嘅音響，其實可能所有聲都喺前面，我哋未必可以感覺到嗰個震撼嘅感覺。係啊，呢個感覺係幾特別嘅，好似現場感好重啊！冇錯。係咯係咯，睇Netflix 啊、YouTube 都有呢個效果嘛。冇錯，都有嘅嗬。哇，咁啊真係，即係而家都好少人睇電視啊，咁啊去戲院睇，台灣去戲院睇戲都貴噶嘛。咁如果咁樣喺屋企一家人咁樣去享受一下咧，係咪？放假咁樣。係好正，係咯，就好值啦，就抵晒啦，真係。呢個房都好隔音噶嘛，我見有啲咪喺度喎。係啊，長期一流，長期一流。唔會嘈住人哋啊嘛。係啊。係咪真係唔會嘈到嘅？聽自己把聲都好聽咗。係嘛？即係好中意自己。冇錯冇錯。我就覺得即係台灣人咧都好即係唔想打擾人哋噶嘛。咁如果有呢一個倉咧，又的而且確真係。即係唔好打攪別人啦，係嘛？自己睇戲又好，唱歌又好，咁啊喺裏邊咧一閂埋個門咧，就真係唔會嘈到人啦。甚至乎唔止唔嘈唔到鄰居，就連自己屋企人咧都唔使打擾到咁樣。咁啊，自己有自己嘅空間都唔錯嘅。哇！呢個係玩遊戲都可以有呢個效果。即係如果喺屋企可以 set 咗呢啲喇叭，咁啊同樣打機都有呢個效果。係其實。PC game 嗰個效果有好多音效好好嘅，不過因為佢哋冇一個好嘅音響嘅感覺。除咗玩賽車 game 固然好正啦，你可以知道啲賽車喺你邊個範圍入邊，因為你淨係可以望前面咁集中嘅時候，你可以聽得到你嘅對手喺邊度。但係更加正嘅對我嚟講係玩恐怖遊戲，係因為佢嘅設計入邊永遠都唔會喺你視覺入邊發生一啲嚇到你嘅事件，咁所以玩恐怖遊戲嘅時候就可以得到呢個最大嘅體驗同呢個，即係啲喪屍突然間喺後邊斬埋你嗰啲感覺啊，追緊埋你嗰啲，冇錯，嗰種驚喜係更加大。喺忠孝新生站行路過嚟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到呢個 showroom 啦。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你可以咧參考呢個網址啦，咁然後咧就可以預約免費咁樣上嚟體驗一下啦。今天分享到這裡的，大家見，拜拜。